学校的课本是知识的来源，不过常常互囡仔嫌无聊，多样个歹看。就3位少年囡仔对7年前开始进行教科书的美感调整，透过重新设计整理资讯，把死顶顶的课本改头换面。 用手摸会当感受树皮纹理，这是国校的自然课本。除了要互学生用摸的上自然课，其他科别的课本嘛跳脱传统的模式。透过这些，不管是插画也好，或者是很有质感的照片、图像，来引导他们进入这个科目的学习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一步。看看你的礼物。 7年前，团队为头一本的国语课本开始，即阵设计科别愈来愈多，团队嘛加入客观的学术研究办法，证明课本唔拿水，嘛当提升学习的效率。伊的排版上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伊的即个清澈的程度有比咱本来的所在搁较清澈。伊咧放迄图的过程当中，伊会甲放好做伙，互咱咧看的时阵，咱较好来看伊这图开即个字之间的一寡关系。 经过一年的提头，公部门、出版商的态度变较开放，嘛和教育和设计开始有交流。我觉得大家开始注意到教育设计透过美感跟视觉的媒介，引发大家第一步的注意美学或美感这件事情，大家在全民的意识中有开始获得提升。我们觉得是这个计划很棒的一个成果，这样子。 教科书改造计划将美学概念为民间涉入公部门。团队讲，虽然目前离目标还有距离，但是美学教育的经济已经压落土，相信一定会当看到开花结籽的迄一日。记者杨淑静、丁学水综合报道。